我李雙飛。雙飛啊！哇，呢啲真係可遇不可求啊！係啊，你淋巴口嘅，好痛啊！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及及吧嘅敗家生活》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泰臣啊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身體上面有痛症，去完揼骨之後咧，即時係爽晒嘅，咁但係瞓醒一覺咧都係打回原形，即係冇用啦，錢就無謂嘥啦。上年我同大家喺蛇口介紹過一間中醫推拿，但係奈何蛇口嗰間太遠啦，咁唯有揾過另一間啦。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一間位於國貿站，地方就夠近啦，試一試上面啲手勢究竟正唔正宗。試完之後話俾大家，咦？等陣先，喂，今日咁巧嘅，啱啱食完飯過嚟行下，諗住去邊啊？就諗住去揼骨啦。諗住去邊度揼啊？有冇啲好推介啊？中醫推拿有冇試過啊？冇啊。嗱，我而家咧就諗住上去試，如果你有興趣咧，跟埋我一齊上去好唔好先？可以嘅。好，咁我哋同埋今日一齊出發。我哋而家身處喺南湖街道國際商業大廈東座，國貿站 E 出口上地面向後行，望翻金光華廣場方向，轉右門口就喺遠古燒烤左邊。而家我哋就上去艾仁堂旗下嘅馬皇后康養科美館。入咗去電梯大堂之後，撳 lift 上6樓，出咗 lift 之後轉右行到盡頭，揾翻601至602號鋪。大家認住門口黑底黃字嘅招牌啊！10年老店，呢度嘅主理人張醫師係陝西中醫藥大學畢業，專注頑固痛症20幾年啦。大家睇下呢度嘅病歷有成幾百份，佢哋嘅客戶名單裏面有上市公司嘅 CFO、華強北嘅老闆，長期坐唔喐嘅程式員，長期企冇得坐嘅教師，中國書畫協會副會長。甚至乎有職業運動員，連香港導演黃百鳴先生都係佢嘅座上客。唔止咁樣啊，連斯里蘭卡嘅國師都揾佢幫手。呢度冇奢華嘅裝修，只有乾淨衛生嘅環境，務實富有經驗嘅中醫師。創始人張醫師成日話，痛症唔係病，係身體發出嘅求救信號。呢度有唔同嘅治療手法，包括刮痧、拔罐、足浴、推拿、淋巴排毒、秘方敷藥，可以對應唔同嘅痛症，仲有獨家技術熱度靶向療法。而家眼前呢一台儀器就係熱度靶向療法嘅核心武器——通絡痛症儀，佢能夠好似雷達咁樣掃描鎖定你嘅痛楚根源。正所謂痛則不通，通則不痛，好多人都誤解痛邊度就按邊度，但係你可能唔知，痛嘅地方可能係因為另一邊嘅經絡唔通而導致嘅。呢部機嘅作用就係揾出你唔通嘅地方。肩頸這一塊堵了。哦，呢度有堵塞。你看它一堵塞以後，你看這肌肉，它就會，它不過不了。哦，啊，即係話阿張醫師按緊嘅時候咧，如果係通嘅話咧，佢就會過到；唔通嘅話咧，就會定咗喺度。啊，這邊也是肩頸。哦，係跳動緊喎。你看，這邊也是肩頸。哦，上面呢個位痛啦，係咪啊？它現在就3個點，這個點不通。這個點不通，這個點不通，它是肩頸問題，係肩頸問題。對，所以說用咱們那個靶向療法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。張醫師就建議用佢哋獨家嘅靶向療法解決阿金爺嘅肩頸問題。呢部儀器有8個頻段脈衝電流，可以穿透6cm 厚嘅肌肉層，疏通經絡。聽翻金爺講翻個感覺呢，就係類似熱敷、電療、刮痧同時做。再搭配埋佢哋嘅獨門秘方扶陽膏，含有21種中藥材，秘魯貓爪藤、藏紅花、川芎、透骨草、白芥子、白花蛇、蜈蚣、樟腦油等等。古法扶陽膏傳承傳統中醫嘅蛇蟲散瘀藥方，形成儀器加藥膏嘅立體攻勢。適用範圍包括頸肩勞損、腰肩盤突出、腰腿痛、風濕、類風濕、骨質增生、中風引起嘅後遺症及各類嘅麻痹症狀，各種職業病引起嘅疼痛。做完之後可以達至嘅效果就係舒筋活絡、追風透骨同埋改善微循環。最後用埋個紅外線烤燈，令到扶陽膏更加能夠有效咁吸收。經過30分鐘之後，濕氣透過汗水排晒出嚟啦。而家用一次性嘅毛巾抹翻乾淨先，然後再訪問下金爺咩嘢感覺。嗱，金爺成個療程做完啦，咩感覺啊？啱啱嚟之前成身都跟晒，而家做完成身舒服晒，煥然一新咁。臨尾醫師仲送咗幾嘢俾你喎，嗰幾嘢咩感覺啊？令到你本身成日好似寒背咁嘅感覺，佢拉翻直嗰一下舒服好多。可以挺起個胸膛做人係咪啊？好，今日嘅採訪就嚟到呢度，跟住落嚟就到我啦。
終於到我啦！先問症後檢測。呢個穴位咧撳落去咧係好酸痛嘅。呢個天中啊，係啦，天中位。因為我唔知係咪即係之前做健身啊鍛鍊嘅時候咧，成日要做呢啲動作咧，呢個位係勞損得好勁。係啦，所以基本上輕輕力撳咧，我都係痛到好緊要㗎。它這塊堵了，就是一個坑。它是因為這一塊堵了，它這塊就會出現一個坑。現在測的是膀胱經。好，我跟你說，它堵的是哪一塊？就是這一塊。所以說就要把這塊疏通。這邊有個坑，看不到。哎，對對對，這塊堵了，它就過不去。看，現在檢查就是哪一塊？看，這邊是這塊堵了，這邊是這塊堵了。所以說它膀胱經它這邊和這邊堵的地方不一樣。我現在給他拿手法做一個，就是深層經絡打通。經過檢測之後，張醫師發現我背脊有堵塞，但係左右位置唔一樣，建議用手法做深層經絡疏通。大家可以留意下，我而家背脊拱起咗2個位，做完之後睇下有冇明顯嘅分別啦。張醫師嗰 part 就完啦，最辛苦嘅部分交翻俾一個做咗30年嘅資深推拿師繼續。係啊，那淋巴好薄嘅，好痛啊！啊，細你少少，哦，現在輕一點，現在。他淋巴堵塞啊！係啊，係啊。好痛啊！真係好痛啊！給你打個雙飛好嗎？仲試咗人生第一次雙飛。淋巴排毒嘅。點做啊？你係我哋幫你做嘛？你做項目嗰陣咧，你又話做淋巴排毒，就同你做多啲淋巴啦。你唔做淋巴，做雙飛咪又會退香薰咯。係雙飛啊！哇！呢啲真係可遇不可求啊！唔過嚟做推拿都唔知，原來我全身嘅淋巴都塞晒，所以輕輕力推啊都有無比嘅痛楚。如果大家唔想好似我咁啦，記得定期去揾中醫推拿啦。背部經絡疏通咗之後啊，即時都已經睇到效果，比一開始嘅時候好翻。你去普通嘅骨場，啲技師邊會有咁落力同你推啊？你估唔使用力唔辛苦嘅咩？講多個小秘密俾大家聽下啦。鏡頭前面技師喺香港都有做同類型嘅治療，位置喺西營盤。同樣嘅治療喺香港做冇1000都要900啊，而喺深圳做價錢就係香港嘅一半。係，像呢個膊頭嘅肩周啊，688蚊咯，一泡50分鐘，再加埋敷埋呢個中藥，358蚊。哇，分開計添啊！係咯，所以咧，你哋咧直頭過嚟呢度，得閒過嚟呢度。而家睇我嘅視頻過嚟做嘅，仲可以全單打8折，仲諗有痛症嘅話，及早過嚟求醫啦。再拖落去手尾長噶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埋 share，follow 埋我個 IG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